来看这条新闻，阮兜是拜港口乡的三马哦。讲到这家己东石本港口乡到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咯。除了这马祖真正兴婚龄海内外以外，伫庙内也有一寡清朝时代留落来文物。为了要保存这文物呢，庙方配合着家己关文化局，邀请这专家学者到现场会勘。除了要确定这文物的审计资格，也希望会当得到一寡建议，用来保存这文物。专家学者用手电仔要来看牌匾顶面的细节，已经有340年历史的东石港口乡，内底有一寡为清代留落来文物。为了要来做一个完整的记录甲研究，庙方配合家己县文化局，邀请学者到港口乡来会勘。这间庙是1684年清朝统治台湾迄年开始来建庙的。咱主要上4块牌匾，这4块牌匾有上早有康熙的牌匾，到最晚东治时代，东治10年。东石港口乡因为外海，海风的盐分除了破坏庙内壁倒顶面的家枝啊，对庙门的彩画或者是以前展览的物件，拢有造成影响。来会勘的学者就建议，除了牌匾需要整理，目前佫留落来文物，嘛要来减少海风对因的伤害。没有烟害问题的话，大概都是那种油烟油烟其实它可以慢慢清除，会再现它的一个表面的风华没有问题。可是这种恐惧性材料如果受到这种水汽烟害的关系，然后它整个剥落，其实是很难再去拯救它。港口乡表示，这间庙伫1684年开始建立，是地方信仰的中心，嘛见证家己县沿海发展的历史。希望透过文字审议，文后文物有完整的记录甲维护，嘛替未来家己县沿海历史的研究保留更较侪资料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